继续来看劳动部，为着要帮助劳工度过疫情，为4月20开始，针对自营的作业者甲无一定雇主的劳工，推出着3万块的补贴的方案，申请到5月22日为止，已经有9成3的民众，大约有114万人顺利来领到3万块。也毋过，无伫职业工会投保无符合着清零资格民众讲，伊嘛真需要这笔钱，希望劳动部会当放宽条件。把寄来新货搬去咧家顶，小小姐伫日常生活用品店咧做帮手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货品进出口无稳定嘛，影响到收入。我的工作其实收入不算是稳定的，会有一颗心悬在那边，是2个小孩，还有房贷啊，然后各种保费要缴啊，其实就是收入还蛮紧的。小小姐用上计薪资23800，投保伫工会里，去年的所得税无达到扣税标准，408000，嘛无清领其他的补助，符合劳动部3万的纾困补助，清领资格，这笔钱对伊来讲真有帮助。存折跟他的那个申请表格，大概2天就下来了，蛮足够啦。但是伊的雇主就无遐尼幸运，因为无投保职业工会，所以就算有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嘛无法度清领。超需要的，我们也是要先进货，所以进货是一笔钱的出去，但是没有销售出去，我那个钱就是卡在那里，手头非常的紧。这笔纾困金只会当清领到5月22日，劳保局就开始估计，会有122万人来请。对4月20到今嘛，已经有9成3的民众领到。现在已经申请到的人数大概114万，大概是10万人左右。虽然劳动部好意是希望会当帮助劳工，不过不少无投保职业工会的民众，嘛希望会当放宽，互因会当渡过难关。